今日咧喺門診咧就碰到一個靚女啦，打扮咧亦都好時尚噶喎，但係咧佢係嚟睇口腔嘅尖銳濕疣。當佢打開佢嘴巴嘅時候咧，我就睇到脷嘅邊緣咧有一個唔係好明顯嘅小疙瘩。單純皮疹嘅形狀嚟睇咧，佢唔係好典型嘅有菜花狀嘅尖銳濕疣。因為呢個靚女咧就自己講佢有多個嘅性伴侶，並且咧仲有個口交，所以咧我都幫佢做咗醋酸白實驗同 HPV DNA 嘅檢測，最終確診咗佢係一個口腔嘅尖銳濕疣啦。依家咧好多人認為咧，只要性生活嘅時候咧戴套就可以阻斷性病啦，認為嘴咧係安全嘅，其實咧唔係噶，通過嘴都一樣可以傳染性病噶。陰道黏膜同我哋嘅口腔黏膜咧，尤其喺咽喉部嘅黏膜咧，佢都係複層嘅鱗狀上皮，所以咧理論上係可以感染生殖器嘅性病，亦都可以感染到嘴巴入邊噶。我哋都知道尖銳濕疣咧，佢係 HPV 病毒嘅感染，長期持續嘅呢種 HPV 病毒嘅感染咧，佢好有可能會誘發口腔癌。其實咧尖銳濕疣仲算好啊，因為咧佢有症狀啊嘛，佢會生出呢個小疙瘩，你就會發現佢，發現佢之後咧，你就會重視佢，重視佢之後咧，你就會及時咁治療。所以咧最驚嘅反而係咧冇症狀，只係單純咁感染 HPV 嘅病毒嘅。假如講你嘅老公或者老婆喺外邊接觸咗感染咗 HPV， 而喺你唔知情嘅情況下咧，亦都發生咗口交嘅呢啲行為咧，呢個病毒咧就好有可能會植到你嘅口腔入邊啦。據統計咧，喺我國口腔癌嘅患者入邊咧，HPV 感染引起嘅比例咧就高達52%。